塞尔维亚北部第二大城市洛维萨德11月传出车头的厝顶放气，造成15死2伤。这个车头是甲中国国营企业合作的一带一路的项目。这件事件也引起学生甲反对党上街头抗议，认为内面有贪污的问题，呼吁爱调查，而且政府就要落台。 到底有七市召开记者会说明的同时，总统府外组织大庭民众手提标语、大声喊口号，批评政府贪腐，造成11月初的崩塌事件，官员拢有责任。虽然塞尔维亚的交通甲基础建设部长韦西奇伫代志发生了几天就失职落台，不过车站改装工程合法建造是韦西奇就任进前的代志。另外，塞尔维亚铁路公司讲，崩塌的迄刹事甲改建的工程无关系。当时承包的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等。 中资企业一日开始拒绝公布相关的文件，除了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反对党阁要求政府来重视，并重新选举。对这件代志，有支持总统为德国登去塞尔维亚了后，就主持公开文件的记者会。Od svih zahteva koji je važan zbog istine, zbog činjenica, zbog svega onoga što predstoji, zbog svega onoga što je važno zarad odgovornosti. Zarad pronalaženja onih koji moraju da podnesu odgovornost za 15 tragično preminulih. 塞尔维亚反对派为2023年12月国会大选了后，就主张选举有问题，持续上街头示威。这届针对崩塌事件抗议，反对派嘛加入，因为进前叙利亚阿塞德政权接伫反对派的攻击了后倒台。有支持对这件代志讲，塞尔维亚不是叙利亚，两个袂使相比拼。Iako mislite da sam Asad pa ću da bežim negde, nisam. Živ sam, ceo život živim ovde u Srbiji, zahvalan svojoj Srbiji. 塞尔维亚除了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和中资企业参加相关的基础建设，在陆俄战争中坚持中立，拒绝参加欧美对罗西亚制裁，引起欧美的批评加施加压力。这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也加当地局势影响，拢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